前只有2个车道，没有人行道，然后就是人车混合。因为本身桥面的段就是很窄了，你如果大车在上面的时候，其他空间行人啊、机车它都没有办法行驶。如果在闪车的时候，真的有发生很多起的意外，就是人跌落桥下。毕竟桥的年代也很久远了，将近50年的桥。相比同阶段的桥，他们都已经改建完成了，就只是我们这里还没有改建。所以在立委的跟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今天这个通桥完成。第一就是环境上的改变，第二是通车交通安全上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是这个水路排水的问题啦，因为像之前因为碍这个桥它的底下的一些问题，所以会造成我一些西势里的旧社区他们排水每逢下雨必淹。然后借着这工程排水去排建，到现在他们下雨不怕再被淹水了。本底是这条桥作细啦，即摆有扩宽吼，搁有人行道行吼，会当互人足方便安尼。迄个人行道吼会当运动，搁会当安尼交通是足安全啦，搁美观。人车吼真安全的问题啦，所以讲吼，这真正吼。对阮地方的发展也好，对人的通行也足安全啦。特别讲这个吼，这个人行步道都做起来，这人吼你行路有够方便的方便啦。要运动也好，要创哪落，免烦恼讲吼车来吼无当闪安尼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一起冻结，新湾桥改建工程竣工，通车典礼圆满成功。我们终于盼到了连接永康大湾跟新化的新湾桥改建完成。这个新湾桥桥龄已经达到45年以上了，然后呢，旧桥很狭窄，所以造成很多通行的不便以及危险。那所以说，在2年多以前启动了改建工程，总共经费4亿1000万，地方自筹8700万，中央来负责3亿3000万左右。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哈，对地方通行的便利以及交通的顺畅，连接很重要的大南科区的新化，以及这个台南市最大行政区的永康，有很大的帮忙。所以新湾桥改建势所必行，那现在已经完整的完工启用了，非常感谢中央感谢国土署，感谢内政部，谢谢立法院的支持，感谢市议会的垫付款的通过，让地方可以工程能够及时的完工，早日让那个民众可以享用。你好，我是棍哥，欢迎收看11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南市的捷运南线已经得到行政院核定，嘛是第一条正式定案的台南捷运，预计明年底进行地当动工。对此议员李启伟上午伫总咨询进一步针对捷运列线的规划，包括建议永华路全面地下化、改行混合等可能性，加市府交换意见。对此，交通局表示，列线也是以兼顾成本、工程的可行性以及对民体冲击上少来考量。预计明年该路线定案得当上议会审议。台南第一条捷运南线已经定案，预计明年底得当动工的时，议员李启伟伫总咨询进一步关心捷运列线的规划，包括建议永华路全面地下化以及改行混合路线等可能的方案，将地方心声甲市府交换意见。对此，交通局长表示，列线的规划也是以成本、工程的可行性以及对民体冲击上少作为考量。北樱花咯，为什么头前咱其中看 A 啊，我们到了的是地下的到我们后来尾端的永华路整个就都高架的是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来建议说整个应该永华路就全面来一个地下化？跟议做报告了，就是说，当然一开始就是整体我们的这个单轨捷运为什么选用跨座式单轨？其实它是优势是在于高架上对于景观的冲击非常低，而且它
成本也比较低哈，所以这个是一开始选择的初衷。那当然，我们现在是用这个单轨，对，我们用跨座式的单轨。那当然，因为这个系统在历史街区的部分，因为街道确实路幅比较窄，那有几个弯其实弯不过去所以才不得已在这个市中心段用地下化处理。所以我们在地下化的选择上，当然要考虑几个事情就是说，希望成本不要增加的太多所以我们以及出入土的地方要能够合适的。所以我想现在我们还是维持两端的高架，那中间历史街区段确实高架是工程上不可行，所以我们改用浅盾式的地下，可以避开蚊子。根据了解，台南市修正台南捷运绿线地下段向西延伸出土方案，初估经费增加到1027亿。你伫第5摆说明会后，会做路线定案进行府内审查，预计明年上议会第1摆定期会来讨论。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大北门出现的议员谢淑凡上午总结询，将对客家现地的市场用地要求市府好好维护管理，除了撇面成为垃圾加治安的死角，嘛进一步建议经发局结合附近农村再生的教育课程以及亲子幼幼馆的设施来活化，成为亲子环境教育基地。议员谢淑凡伫总结询面对客家废弃的市场用地，经发局已经无打算延伸第2市场的想法，所以除了要求市府爱好好维护管理，避免成为垃圾甲治安的死角，嘛希望进一步结合民间农村再生的户外课程，甲社会局亲子幼幼馆的室内设施来活化利用，成为有娱乐甲教育意义的环境教育基地。如果我们在每一年我们特定的月份，不管是我们的寒假、暑假，还是我们逢3个月，我们来推动一次攀爬树木的课程，让我们的孩童有一个亲近大自然、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社会局局长，您觉得这样可行吗？这个整个接近大自然的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好，既然社会局可行了，经贸局局长，那本席就要建议你这一块的维护经费是不是在我们咨询完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到现场去会勘？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邀请我们顶农村我们这个优秀的年轻孩子，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去做维护。之后，我们搭配我们的社会局来活化这一个土地。然后人家都说寓教于乐嘛，我们要把娱乐带进我们的教育里面，让我们的孩童有一个发展的空间，这样可行吗？我们可以到现场去会勘。好，如果需要的话，我希望你编列一个维护的经费，让我们地方不要成为一个治安的死角，这样子好不好？在目前为止，先把它可以来清理干净比较重要。为了大北门的亲子拥有休闲娱乐的环境，议员谢淑凡进一步要求重新启动亲子树林公园的生命力，因为现况的邮局甲步道不是罐头式，就是有破损，所以强烈要求市府一定要让公园名副其实。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中嘉宽屏三观王相主车持续清理社区，培养长辈媒体素养。对今年开始，甲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合作，共同举办台南市高龄志工的媒体素养甲防治诈骗服务，办理一系列的课程，希望让长辈买当成为防治诈骗的志工队。在月4号第1节课，特别邀请宜秋大学教授欧正南来宣讲，气氛相当的热热。为着提升长辈媒体素养甲防诈能力，中嘉宽屏三观王相主车推动台南市高龄志工防诈服务计划，鼓励65岁以上志工参与社区防诈宣导，成为守护社区安全的关键力量。中嘉宽屏三观王双子星常年都在地宣导所谓的媒体识读嘛，因为现在假讯息跟诈骗非常的猖獗。那我们呢，今年度想要扩大效益，就是不要是只有
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要结合社会局资源服务中心的力量，然后结合一些在地长辈们的智慧，他们本身呢就是有在为在地服务的志工，那我们就结合他们的智慧以及他们对于在地的了解，一些人脉的力量，然后组成一个种子讲师的团队。诈骗手法不断翻新，真侪长辈常常会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11月4号第一天课程内容，包括着社群平台甲所为所用，以及讲话技巧甲台风2大主题，协助长辈实施 LINE、FB 等社群平台的安全设定。透过实作训练，用简单的口语分享防诈观念，和防诈知识，伫咧社区当中有效定根。我们这些长者朋友，其实他们真的都有非常新的一个思想，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在这个手机啊这个时代，然后也因为手机时代，然后其实讯息越来越多，然后怎么样去分辨这些讯息的真伪？真假，然后到底是上面真的，上面假。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学员，然后包含我自己，其实我们就这样互相的一些交换意见，然后也让各位知道说最新的诈骗手法是什么。透过一系列高龄职工培训课程，有哪强化媒体使用能力，建立正确的媒体使用观念，安怎分辨假消息，更爱让长辈成为防诈先锋。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淡水县蔡小伟5号伫东区过半里长的小厅陪同，伫巴克利公园正式宣布参选议员连任，并且公布东区4大区域的拿图，包括德国厝2点控、好药病室、林森新市镇、甲城大特区等等，希望用建设争取选民认同。台南市东区总共有45个里，上午伫个超过半数的里长出席，陪同议员蔡小伟伫个巴克利公园正式来宣布参选议员连任。蔡小伟表示，家己担任2届的议员，具备完整的市政规划能力甲执行力。这届连任主张就定名为东区 Plus， 提出东区4大区域的发展蓝图。今天非常感谢有将近超过一半的里长跟着小薇一起来到巴克里的入口这个地方。那会特别选在巴克里入口处呢，其实是小薇的政绩之一。那也是要再一次的强调，蔡小薇是一个有执行力的市议员人选。那未来呢，我也针对了东区分为4大区块的一个愿景图，希望未来可以来争取东区更多的建设。那当然也包含了在场所有过半的里长，我们都希望东区未来包含铁路地下化、捷运线，甚至是许多大型的建设，包含这个小巨蛋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有更多的业者厂商进驻，好事多。未来我们也希望可以争取，是不是 IKEA 或者是相关的业者可以来进驻在台南以外，我们更期待东区有更多的发展。所以今天呢，过半的里长跟着小薇一起来到巴克里公园这边，寻求未来东区大发展，让我们继续连任来拼东区的建设。议员表示，会选伫巴克利公园，嘛是伊重要的政绩之一。未来4大重点发展区域，包括南台南副都心、病室转运站、捷运、林森新市镇、甲热城大特区等。现场并且同齐来喊口号，并连任杀建设。东区大发展，连任拼建设。东区大发展，连任拼建设。接续议员嘛，甲着里长做伙来徛优摆清理东区，希望用详细的调查规划东区的未来蓝图，和政策更加踏进生活，落实执行。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
台南为了实现好徛起的目标，持续增加社会主体，不只让市民住得起，徛家环境品质更是不断提升。其中为了健康的宜居成功社会主体，而第一批住户对9月中已经陆续入厝。目前市府都还叫盛大举办入厝典礼，提供有奖征答等活动，其中委托嘛亲自献上贺礼祝福。中民温馨热烈，点起推动社会主体，其中为了健康的宜居成功，不只让市民住得起，更着设计更是国家卓越建设中的高品质肯定。有2500位抽签所幸运申办成功的103户，嘛对9月中旬陆续进驻。住户对着舒适的环境，尤其是对长辈来讲，有机会住入来，真正是满心的感谢。2空这边也是抽到第一志愿，这里也是抽到第一志愿，所以来这边住得非常非常舒服，它环境非常棒，它里面设备也很好。我们以前要想住这些房子啊，很难找到，因为我们年龄大了，有的市有点地方也不会租给我们，所以这些市政府真的我都在感谢他们，很感谢。10月31号，市府都华局嘛正式替住户举办入厝典礼，会中都来提供有奖征答，也邀请议员甲里长来抽上届适用的礼券。同时，市长委托嘛亲自到场同乐，互住户有食佮有掠。这个活动都来欢喜市民展开新的生活，嘛向前台南的社会主体进入稳定营运的阶段。现在的社宅陆陆续续在今年以及在明年呢，陆陆续续会有台南市的社宅，还有中央盖的社宅陆陆续续完工，那能够提供给市民朋友很好的房，现在大概估计超过1万户，那这样子的量体当然还是不大够，我们未来还会是在努力。总之，让我们的租屋市场里面避免房东任意加价，避免房客的权益受损。由中央、由国家、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一起来联手，提供好的这个房子给大家住。为了落实徛起的正义，市府提供社会主体和市民用会当负担的租金，得当享受安全舒适的徛家环境。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关怀社会弱势族群，中嘉宽平3广王乡主车将去年社区媒体宣导的信物款发起爱心物资的捐赠，分别伫11月3號甲4號，捐予樂福基金會以及華山基金會安平愛心天使站這兩個公益團體，要伫歲末年終將溫暖傳送到社區每一個角落。中嘉寬平3廣王雙子星這幾年深入社區進行媒體識讀宣導課程，今年特別將宣導經費的結餘轉做公益，發起愛在社區新手相應物資捐贈。11月份特別採買生活用品、衛生用品與保暖用品，給照顧獨老的華山基金會安平愛心站和關懷偏鄉兒童的樂福基金會。今天我們在華山這邊呢，就是比較屬於是適合老人家所用的一些，譬如說像保暖的毛襪啦，然後在最近因為我們這個流感所以有一些酒精擦啦，然後還有一些日常的料理包等等。那希望讓我們的華山可以有更多的物資，可以來幫助我們台南市更多的這個獨居老人。在接近歲末年終之際，每一份物資都是愛與祝福的具體展現。受贈單位送上感謝狀來表達感謝，所有物資將統一整理與配送，確保善意確實送達受惠對象手中。中嘉寬平3廣王雙子星是我們在社區裡的好朋友，長期協助我們發布公益訊息，讓社會大眾可以對華山基金會有更多的認識。那今天再次由我們陳建村總經理率領捐助我們多樣民生物資，讓我們可以在日常訪視的時候呢，協助長輩汰換。這不僅是一場捐贈活動，更是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行動。中嘉寬平3廣王雙子星提供市民朋友穩定優質的收視及網絡環境之外，也希望拋磚引玉，打造溫暖共好的社區。記者周懷談的報道。
知名女性团队武媚娘的国家小分队日前伫电成功祖庙举办快闪音乐会，会中带用古典加动漫的创意风格乐曲来传达幸福感，心情真险服装的女乐手，更是吸引真侪迷众的眼光。是的，你没听错，这首是哆啦 A 梦的歌曲。你在哭什么哭？没出息。时下最夯的神曲，没出息也没缺席。知名理声团队武媚娘这回打造了一支国乐小分队，团员都还是高材生。我是中国音乐系，然后主修二胡。他常会有一些灵感，然后我们就要去实践它。但是我觉得也很谢谢他，常会给我们这些任务，就是让我们可以在这些任务过程中，就是越来越突破。首场快闪演出就选在郑成功祖庙，以中国笛、二胡与琵琶带来将近2个小时的演出，结合古典国乐、创意动漫组曲以及热门流行歌曲，加上用心设计的3套服装，吸引不少粉丝抢拍。第一赛就是走比较古风一点，然后第2赛是走比较动漫一点，然后第3赛我们是走比较少女心一点。大多数人认识武媚娘都是庙会理声，但是旗下还有国乐、舞蹈等专业团队，希望未来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武媚娘的不同风貌。未来期许能够计划以公益活动形式做全台巡演，将创意国风发扬光大。记者苏怀腾的报道。感谢收看11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
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哦，好帅哦！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阿妈你好，我是来跟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验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针5波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
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1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